教授先俾一掌聲。亦都好多謝老闆黃大宇先生咧，同大家一齊參加呢個遊船花的，多謝阿黃先生。今日天氣非常之好喎，因為尋日咧都有落雨啊，又大霧啊，而且咧下午咧打咗個我哋嗰個勁幾厲害。咁啊，大家一陣間可能近距離咧就去睇嗰個環保船啦，就係何教授，就係太白海鮮舫，呢就係第3代。喺1962年1月17號星期3咧，太白海鮮舫就正式開幕嘅。咁今年咧佢已經係63歲啦，依然都係咁美麗咁硬淨啊！屹立就喺個避風塘裏面。大家留意到九龍壁啊，岸上九龍壁咧已經係甚少有㗎啦。如果海上九龍壁咧，我相信只有我哋太白海鮮舫先至有。太白海鮮舫咧樓高3層嘅，佢哋成隻船咧俾天菊包圍住嘅。大家一陣間咧，如果正門嗰度有條金龍柱咧，就係當年1975年5月6號星期二，英女王伊麗莎白2世就坐喺嗰度睇龍舟嘅。係啦，嗰個位置啦。當時我呢個位置喺裏邊嘅位置，我揾到5點鐘。咁呢度咧，我哋以前就涌尾嘅，一條大河咁樣嘅涌尾。咁我右手面咧就有個龍，叫龍鬥嘅地方。龍鬥嘅地方嗱，嗰度好多龍舟咧。咁龍舟賽龍舟嗰個賽道就由呢度開始，去到入去香港仔中心。月11號咧就係洪聖誕，都係有大戲做嘅。今年咧就做明之星粵劇團啦，即係蓋明輝嗰個劇團啦。啱啱做完冇幾耐，都係4日前就做完啦。咁啊，年年都有洪聖節喺洪聖誕喺亞洲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節日嚟嘅。嗱，呢隻就係玻璃船，面書上面有個煲，好生啊，好生流嚟嘅。嗰個氣氛係咪唔同咗啊？呢度好似平民，即係大眾化啲啦。呢度嗰個氣氛就係先頭我話頭船仔嗰啲就呢啲啦，即係3蚊，我哋2蚊整一個就半價證。呢度有船仔係獎證。嗱，我哋有3個碼頭，嗰個太白碼頭咧係最新維修翻嚟嘅，喺10月底咧維修翻嚟，咁啊重新開放。係。咁嗱，頭先我買魚啊，就喺嗰度啊。熟食市場啊，可以買海鮮上去整啲。香港仔都係好多水上人㗎，你問我可唔可以啱上太白船啊？嗱，你近距離，特別近距離望嗰個嘅太白主船。梗係唔入得去。係啊，暫時唔好意思，因為裝修啊。會啊，擺埋會，我哋有得食㗎。大家。幾貴啊？哦，幾貴即係茶食㗎嘛。呢家個9龍壁嘅。哇，好靚！前面嗰4個咧就係示範性質嘅啫嚇，即係就係做下戲啊，即係俾大家玩下睇影下相嘅啫。
後面嗰度咧，我哋諗住擺60個剩埋嗰啲缸喺度嘅，就向環保署咧申請緊嗰個低碳基金，希望攞預期啊，希望可以600-700萬咩攞到咧。我哋咧就為政府淨化呢個避風塘嘅污水，另外產出嗰啲明土就吸二氧化碳啦。另外嚟講咧，我哋咧仲會咧產生啲藻粉咧，愛翻嚟養海。食喺太白主船坐低樓面嘅介紹，呢班嘅先生你嘢啊，佢哋歡迎。8個飛線，敦煌嘅8個飛線，咁下邊咧呢個就係酒吧，咁呢一個房咧係珍寶海鮮舫有好多隻㗎，我都唔知啊，唔記得啦。哇！有幾隻紅包，哇！係勁頭啦！安住，係手機前面手機，唔該。